书籍从一诞生，便开始了它的奇幻之旅。您是在读什么书？《金刚经》、圣经、山海经、放一个芒妻子不是唯一的水果。丑的历史、史的历史、积木的游戏、人间值得。你为什么要读书？阅读啊，就是像吃饭一样吧，饿了就吃。人不太会讲话，所以我觉得写出来的东西会比较有意思。是一个就随时随地的一个聆听者跟沟通者吧。你可以回溯过去，你可以走向未来，在书里边你可以周游世界。读书没有，你读了书没人会给你钱，但只不过会把你带到另一个位置去审视你的人生。也许我读这一本书，就是为了寻找那一句话，那一句话在某一个时刻，在某一个空间，在我当时的某一种情绪下，那可能就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。12月11日，让我们以书为舟，开始一场奇幻漂流。